一个清醒的女人为什么不会主动要礼物？杨绛先生说的透彻，礼物和爱都不要伸手去要，主动给的是偏爱，伸手要的是施舍。没有人真的不懂浪漫，只看他是否愿意用心。爱与敷衍从来是两件事，仪式感与穷富没有必然关系。爱你的人总怕给你不够，不爱你的人总嫌你要的太多。女人在意的从来不是礼物本身，也不是转账的数字，而是那个男人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愿意付出的态度和细节。钱他自己能赚，礼物他自己也能买，但你送的叫幸福感，他自己买的叫优越感。一个清醒的女人都明白，男人的心在哪里，钱和心思就流向哪里。没有哪个女人不想被伴侣放在心上，她不提不代表她不需要，只是伸手要来的往往变了味道。若伸手还要不到，更是对尊严的轻慢。真正的好女人不是谁的钱都收，谁的礼物都要，她们心里有一杆秤，若是不爱你，连为她付出的资格都没有。